次講解軟件節目編輯。首先打開 LED Vision 軟件，設置桌布大小。創建節目頁，右擊 LED1，選擇普通節目頁，右擊普通節目頁，可根據實際需求選擇對應的文件窗口類型。本次主要以單行文本、框文件框和時鐘窗口為例。首先，我們選擇添加單行文本窗口，在右側一欄可以設置文件窗的起點、坐標位置以及寬高。在邊框一欄可以設置邊框的厚度以及邊框顏色。右擊單行文本，選擇添加單行文本。在右側一欄可以設置單行文本的內容字體、顏色以及它的進場特效等。右擊普通節目頁，選擇時鐘窗口，設置起點坐標位置。右擊時鐘窗口，選擇想要的時鐘窗口類型。在右側一欄可以設置時鐘、窗口的屬性、形狀和內容等。右擊普通節目頁，選擇文件窗，設置起點坐標位置。右擊文件窗，選擇添加圖片。右擊的節目頁，選擇文件窗，設置起點坐標位置。右擊文件窗，選擇添加視頻。點擊播放。